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伫去年的10月表示，非核家园毋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。行政院嘛表达讲，对新的核能技术未排除。昨昏环境部长彭启明参加活动的时，就访问到相关的问题。伊是表示，伫总统府内底讨论的时，有人是认为，徛伫国家安全的角度爱保留核能。不过伊嘛解说讲，这毋是伊或者是官方的立场。民进党反核能的立场是毋是开始伫松动啊？去年总统赖清德伫头一摆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表明，非核家园毋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。最近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对着新的核能技术表示无排除。早起出席活动的环境部长彭启明被问到讲，为着国家甲人员的安全，是毋是应该保留核能呢？从这个国家安全或是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的确是有人提出这一个想法。那其实我们以行政团队的立场来看的话，我们其实是开放讨论来讨论这件事情。保留核能是官方立场吗？并没有。彭启明强调，环境部毋是核能甲能源主管的机关，也毋过行政团队讨论过核电厂演役爱付出真悬的成本，也若新核能小型模组化核反应器 SMR 的技术也未成熟，核能是减碳的选项之一，也毋过必须要有社会共识。环保团队是认为讲，伫新核能顶面，台湾毋通做白鸟鼠，因为这核电厂演役安全甲成本也阁毋知影。老旧核电厂演役，你必须要发出也是很高昂的成本去维修它，然后你还要评估它在新的安全标准上能不能合格，你要把它加强到符合到我们现在所谓的最新的安全标准，都是一大笔钱。不过学者是同意讲，若是对国家安全的角度，尤其是这个燃料存量来看，核能是上符合国家能源的安全要求。煤炭只有36天呐，天然气只有7到11天呐，这时间都很短。如果考虑核能的话，核燃料它的安全存量通常是1年半到3年。不过，要培育这个核能人才，是同意拥有核能，也个反核能，甲政府即阵大家拢有共识。支持核能的学者认为讲，爱有人才才有法度来进行研究，甲创接未来新核能的科技。反核团队是认为讲，核电厂除役是20-30年，有核工的人才才有法度确保除役既定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